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2月6號，我係 Anna，去咗荔枝角試58蚊招牌沙爹牛肉米通套餐，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荔枝角港鐵站 B1 出口直行到尾就係永康街轉右，就到達位於創匯國際中心嘅好運快餐店。店鋪細間，但係好爆場，只收現金。今日嚟試下佢金牌沙爹牛肉米通套餐，加15蚊嘅雞中翼，加3蚊就有凍檸茶。套餐可以加多2款配料嘅，我加咗太陽蛋同餐肉。沙爹牛肉呢份量都幾多嘅，餐肉呢都好正常，味道唔錯。米通呢係配咗洋葱同埋雜豆嘅。沙爹湯呢都好夠濃，但係呢我就略嫌味道太甜。米通粉呢爽口之餘都軟糯好食嘅。新鮮嘅沙爹牛肉呢醃得都好入味，唔覺有落鬆肉粉。牛肉嘅肉質呢就略嫌韌咗少少。太陽蛋呢煎得靚之餘呢都有香濃嘅蛋味。呢個加15蚊嘅香炸雞翼呢，略嫌呢就炸得比較肉質乾咗少少，但係呢都好入味嘅，係採用 organic 嘅雞翼嘅，外皮呢都炸得好香脆，裏邊嘅肉質都好嫩滑。金牌沙爹牛肉米通呢，牛肉係新鮮嘅，湯就太甜，一個人就食咗73蚊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